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蔡英文进行党内整合，听基层的声音，国民党今仔日开始初选民调，互相发声批评。彰化八卦山的泉水袂通啉，因为受到农业的污染，是垃圾水。台北市的社因为都市计划传出市政府要甲游泳宫以及着蒋新明控制回来防晒。头起先，咱来看今仔日的政治新闻。今仔日是咱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头一天，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一透早也受到广播的访问，针对着拒绝签初选的甘愿状洪志奇，也希望国民党出来讲互清楚。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批评郭台铭，袂使因为家己无政治经验，就无照规矩来，而且这个小资化的政策唔通搁再乱讲啊。通通不知道。所以我就跟杨秋兴完全划清界限。伫广播专访的节目，先背会甲杨秋兴完全无关系。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强调讲，最近杨秋兴批评韩国瑜的代志，甲伊无关系。颠倒是针对外界质疑伊无爱签党内初选的公约，火气正大，表示讲家己一直拢讲要签，党中央爱说明清楚，找大家做伙来签，那无就是甲害。国民党，你赶快弄一个版，大家在这个时候，在今天、明天还来得及，大家一起签。那如果说那个国民党有什么顾虑，他不能签，你国民党要说明清楚，不然陷于我不义。针对外界讲国民党拢伫家斗相共，郭台铭也强调讲，脱党参选是假议题，未讲党中央拢无做啥。若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甲郭台铭抢起来，伫初选公约这部分，认为讲袂当，因为郭台铭是政治素人，就不爱守规矩。嘛，伫少家化的政策面顶，继续透过媒体来对下，爱伊唔通搁练笑话。不能因为自己是政治素人，就不守这个规范。我们可以就政策来讨论，但是不要再瞎掰，不要再鬼扯。朱立伦强调讲，家己是上会堪职检验民进党上惊的人选。高雄市长韩国瑜是接见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用市政表现来宣传伊家己。针对郭台铭讲民调会去互民进党操作，互韩国瑜来赢，伊是表示人民会家己判断。民调过几天之后就会很真实的呈现出来，我相信全国的人民自己会去判定，他们认为谁比较适合代表国民党的参选。韩国瑜强调讲尊重郭台铭的看法，若是签党内公约无表达意见，家己拢配合。面对拿亚总统初选民调开始，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发声，希望伫公平的基础来完成。我希望能够在公平的一个这个基础上呢来完成这个民调。若是接到民调的电话会支持谁，还佫有敢有要参选到底？王金平拢无答案。拿赢总统初选民调7月开始会进行1礼拜，嘛因为国民党无禁止期间来宣传，预计各阵营拢会全力来拍拼，增加广告。记者做报道。目前，民进党是由总统蔡英文要来拼后一任的连任，即马蔡英文也继续要来拼党内的整合，今仔日甲地方的机关来座谈，要了解地方的声音。面对着拿赢的攻击，蔡英文也强调讲已经准备好势，也强调讲无谁惊谁的问题。颠倒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做伙甲攻击，讲着是因较惊伊。交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合照，率来进行座谈。总统蔡英文7月持续进行党内整合，对中央民代到地方民代，同一天嘛安排和中华南投县议员座谈，要何市政甲民意零落差。我们所有的议员我们都会找机会坐下来谈一谈，更进一步、更深入的了解基层的民意。透过这个基层的交流跟互动，我想可以让中央的更多的政策美意可以更具体的落实在民间。
总统竞选办公室和议员，各地咧同心软体成立新8联络群组，会当直接反映民情。总统蔡英文特别去邦交国访问，初7真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佮一度想要送国旗帽啊，互伊出访的时阵递。蔡英文反倒当来批评，毋是每一个场所拢适合递帽啊，佮强调家己毋是郭台铭的员工。面对南亚进攻，伊嘛做好准备。我没有怕谁的问题啊，我倒是觉得他们都很怕我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齐心协力的、共同的，在不同的机会或者在同样一个机会都要争取来批评我或者是攻击我啊，看起来是他们比较怕我吧。若是国防市长韩国瑜提出征兵步兵制并行，国防部强调，即摆本来都毋是全部兵制。步兵制很成功，我们也讲了新闻稿，我们到明年可以到达90%的最后的目标。蔡英文批评韩国瑜对整体国军兵员理解了无够，目前步兵兵员充足，已经超过所需要的。蔡英文对外炮火正猛，对内持续整合，选战模式启动，挑战2020连任之路。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拄完成着国安5法的修法，总统蔡英文也搁再强调讲，立法院后一个会期要来完成着中共大言人的修法，要来防止在台做一寡危害国安的行动。不过，也来批评讲，民进党的修法是为着要抹红在野党。关制着言论自由，对此总统府也回应讲，这个修法是为着要保护台湾，那也无需要反差加入走。面对中国文攻武吓威胁不断，立法院进程完成国安5法修法。总统蔡英文阁要求立法院下一个会期要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另外阁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草案，规定台湾的人民也是团体，袂当为中国的党务机关或者是牵涉到对台湾的政治工作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家的政治宣传，违者处3档以下徒刑。引起南亚质疑，民进党政府一系列的修法，就是想要阻断两岸交流，同时抹红在野党。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等于把人民只要跟大陆往来的，通通当作贼，麦卡锡主义的火啊，是不是？所以它叫做民主进步党，不对，叫独裁进步党。国安5法其实它是针对事后的这种事后已经犯行的，才加强它的这个罚则。但是我们在修的所谓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其实是所谓的事前的预防。立委伊婉如嘛在推动代理人登记制度修法，为着要管制境外势力干预台湾社会顶层面进行渗透分化，建立登记制度，就会当规范外国代理人伫咧台湾的政治目的，强化民主防卫机制。按过法界质疑，所谓代理人的对象和行为应该要定义清楚，若无恐惊会出现思想犯的争议。在立法上面，如果要修这草案的话，他可能要把代理明确的定义下来，是不是沿用民法上代理的规定，就可能你要有一个授权书等等的，这种我们才是属于代理人。我觉得这个可以透过在修法的时候去厘清。台湾现在是在第一线去面对中国的种种威胁，那这基于国家安全上有它的必要性。公共代理人这种相关的立法，其实在世界民主阵营的许多国家中都有类似的这种相关立法。总统府强调，中共代理人的修法有国家安全的必要，是为了要保护台湾，并不是伤害台湾。请国民党对国安的角度思考，唔免就法案当作政治炒作。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经过10外天的罢工总算结束，中央也开始进行着罢工所影响的赔偿。如果你的航班是万分超过6点钟以上，赔偿上最是250块美金。不过，消基会也呼吁着中央对欧洲回来航班应该比照着欧盟EU261的条款规定，将赔偿扣悬到上悬600块的欧元。中央航空罢工17天，顶礼拜六正式结束，不过事后赔偿才拄要开始。消基会表示，最近接到上百通申诉电话，拢是关于中营理赔问题，到即卖也未收到赔偿金额。中营表示，已经启动赔偿机制，最近就要发放赔偿金。我们在办公期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过了嘛，就是250块为限，那你要付一些凭据嘛，好，那另外那个旅行社的部分的话，我们也已经有达成协议了嘛，也就是请他们留下单据。
去。中营表示，只要航班延误超过6点钟以上，将会提供延误期间所产生的必要的食和大以及交通等费用，会依照旅客提供相关的单据来核发，补偿上限250美金。不过，消基会表示，后面飞返来台北的航班应该要比照后面EU26的条款，依照规定，只要航班对后面地区飞往全球各地，当着罢工的事件，都会当使用该条款。中营有4个航线使用，包括 Paris、Vienna、London、Amsterdam 飞往台北，因为飞行距离超过3500公里，会当要求航空公司赔偿600欧元，以及必要食和大的费用。没有经过合法罢工的，他宣布突然罢工，这样子的一个突发状况，航空公司都要负责任。他的一个赔偿基本上如果符合这个条件，大概他的一个赔偿金额大概250、400或者是所谓的600欧元。那现在目前，假如说个人票再加上去的话，整个代垫款的部分，我跟你讲会不会超过20亿，我都不晓得。另外，消基会强调讲，依照各国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不得记载的事项，团客会当向旅行社业者求偿。但是强调讲，旅行社并是最后赔偿的负责人，只是有连带法律的关系。但是旅行社强调，除非中营无要理赔，目前中营已经启动理赔，消费者应该直接甲中营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推动4大场所限制用一摆施工了后，接下来要来推动的是袂使用到塑胶类的免洗碗池。顶礼拜邀请到各单位来表达意见，不过针对着中央打算要来授权地方，看款所在来要求袂使提供每一摆用一届的这个餐具。环保团体也来质疑讲，这恐怕这个标准是一人一家带，无一个标准。每种业者为了省洗碗成本，也为了卫生考虑，使用免洗餐具。环保署早伫2001年规定8大场所袂当提供塑胶类免洗餐具。今年5月，阁有个修法，将授权地方政府更加严格要求8大场所袂当提供各类材质免洗餐具，包括纸杯、纸碗甲免洗碟。考虑到说迷你餐具的使用呢，要有清洗条件。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授权这个我们地方来订定。那地方因为本来就可以定比较严格的一个环境标准，好，那也可以因地制宜去推动环保的措施。8大场所包括百货公司、量贩店、超商、有店面、餐饮业等，不过由地方因地制宜，是被环保团体解读是一个多制。主妇联盟台中分会指出，通常除了双北市，大部分的地方政府态度消极，无可能严管，认为应该由中央统一规定，由政策来引导业者慢慢调整。你要去期待地方能够大费周章的再去定更严格的禁用限用的自治条例的话，我觉得很困难啊。那还不如就是中央，你就整个都去做更多的限制。以4大场所限制使用速供政策，一礼拜以来，环保署统计全国加差了2198件，有6件被看到，合计率达到9.97%。环保署指出，针对免洗餐具减量，已经是世界出色。后面已经公布新的提案，将自2001年起禁止使用一次性的餐具、盘、速供，总共10项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天日的敢是上好，咱是用目睭是看袂到。彰化县前县长魏明国改做台水的董事长，讲到八卦山磅空流出来的水是危害健康的地下水，规个北角山脉的泉水是受到农业的污染。公路总局也证实到，磅空边仔所流到地面的水是袂用啉入。在八卦山磅空一边，两边沟仔流出来清清的水，在热天时看起来真清凉。这看起来免费阁清气的水，正是为八卦山磅空流出来。不过台湾自来水董事长伫假日爬山时特别提醒民众，这毋是什么甘甜的山泉水，而是威胁到健康的地下水，并不适合直接来啉。遐水拢受到这个汽车的这个废气污染。迄拢有铅，咱石头顶中离水，咱山顶水讲哦，真甘真甘哦，迄是肥料水。哦，我讲到是话哦，因为我做当时顶我才知影。台湾自来水公司表示，八卦山脉有未少的田，水头的南投县有种地甲种往来，为了甲农业污水会随着雨水，涉到土骹无经过净水厂处理，并不适合来啉。
公路总局是指出，民众口中的山泉水其实是八卦山磅坑顶悬的雨水甲防止隧道渗漏倒流的水。在所有的隧道都会在隧道的出口附近，将整个称气水引流出来，然后做成明沟排放到地区排水。这个地区的整个农业开发跟隧道呢，因为它有通行一些车辆，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粉尘。那这些水其实本来就已经不适合饮用。为沟仔舀出来水管，有的有开关，有的是舀管到附近的果园或者是田内底。公路总局表示，因为水权分属南投甲彰化县市政府，民用储水行为若无危害公路设施本体，无属业管的范围。不过也是提醒民众，这水并无适合啉，尤其是无适合青啉。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各地头的新闻。伫咧高雄85楼君芳酒店，因为不动产债务担保，互法院拍卖啊。也今日透早，君芳也出面回应，确定大的部分会到9月底，餐厅的部分是会到7月底。君芳也希望讲向法院来争取拍卖钱，大声分互员工做资遣费。法院也表示讲，劳工是会付来参加分配，毋过毋是由资方来提出。君芳酒店顶礼拜传出，因为去互法院拍卖，特别休困，而且会伫初八分配拍卖钱。董事长周庆辉早起带员工，还有律师出面，买回饭店暂时还佫未去用点交，而且要替员工伫54号拍卖钱内底争取优先分配，甲因的遣散费留落来。我们必须要帮员工去争取，而且是依法。我们有600个员工，代表600个家庭。我们才说他其实没有取得经营权。那这是一个重点。那这个钱，这个他买这个酒店的那个现金，目前在法院。这一笔钱一旦汇诸海外了，这一笔钱就没有了。君芳买回饭店去用拍卖是经经营团队用饭店不动产来担保一条2亿9千万的美金，毋过拍卖敢若卖饭店的不动产，经营权无做伙去用收起，敢若会当关门，所以提早宣布休困。毋过君芳可能预计无法度付全部的遣散费，所以希望讲争取拍卖款的分配。法院表示拍卖款还未拨钱，劳工还佫会付申请，毋过资方袂当代替来执行。今日本院实行分配程序的期日，只是为了要确认当事人间的分配数额。之后，如果是有劳工以资方积欠薪资、退休金或是资遣费等理由向法院声明要参与分配的话，本院亦将依法审核保障。法院表示，劳工优先分配这款是伫资方欠薪水了后才会当申请。劳工局嘛表示，军方若是无付提出该评计划了后60天的薪水，就要处罚。目前军方大房的部分会继续经营到9月底，餐饮的部分敢若到7月底。劳工局会来注意后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开摆30档的屏东国人病院，顶个月因为债务纠纷互加扣押，今仔日院方带着50名员工到屏东地方法院来抗议，认为法院执行加扣押时阵，又在这个债权人乌白来，已经严重影响到病院运作，有暗害债权人的嫌疑。不过法院也来表示讲，到加扣押拢有照规矩来，也千万唔通搁再乱讲。毛着好伫屏东法院前有报条抗议，因是国人病院员工，因为病院债务官司6月11号被加扣押，当日加扣押的动作，互全体员工感觉被轻贱，而且加扣押得要1个月，在庭文也未补发。一群人霸占了我们的批价柜台，让我们的民众就是要挂号或者是要办出入院的这个作业流程，整个就是被延误。然后就看着他们一群人在那个批价柜台点数现金。病院迄条加扣押当时的为民指控，执行处当时买地存现金2万块，却无向院方来提，放进债权人的委任律师事务所伫柜台点钱收钱，还佫装置家己的皮包炸走，而依法袂当查好，因为因为电工也被打着封条，打击病院意图明显。按过法院澄清，钱确实交回法院，执行官认为电工毋是营业用。这个是不是营业职业上所必须的项目？这个还有争议。那我们承办的事务官他认为并不是，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先予以查封。对，那债务人如果对这部分有异议，可以提出异议。
法院强调，裁定文无依规定伫7天内底，互因可能是计较也无伫1天内底执行了，所以延迟补偿。不过，辩院对这讲法无法度接受，将向监察院等单位检举屏东法院不法。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四书五经读透透，毋捌元俄古必造，这就是对文化无解明了。在台北市政府计划讲要开发一个社，传出讲要甲有文字价值的11间庙，整做一间大间的。不过大多数拢是百姓公仔，甲大神大道抗做伙，引起当地居民非常的不满，无尊重民间信仰。台北市政府强调讲，会搁再请教民俗专家意见。社仔的万善堂有真久的历史，是伫祭拜孤魂的百姓公庙。因为过去社仔较外出海口，食有尸体留来食，所以讲有真侪百姓公庙。小区遐都有6间，不过即马却传出讲台北市政府为着要开发社仔，要计划甲11间无文字价值的庙拆掉整合，甲即寡庙仔合作伙，引起当地民众的反对。安全性愈强啊多嘛，无人伊要甲用个菜起共经理的，对无？大共经庙，安尼就规恁兜的公庙。都含一名啊，你摆做就摆咯，在在港做就好啊。怪怪的，应该是一间独立个体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独立的话，不会有比较单纯，不会那么复杂。市政府按算甲大神大地的5间庙，甲柯英马等6间百姓公庙拆掉合并。当地里长强调讲，伊从来就毋捌同意过，而且即寡庙有超过一半拢有100年的历史。市政府袂当话拆就拆，嘛应该爱问过新民的意见。香港甲你布置讲，啥物要11间要甲你创一间，要创造一间，啊，这哪有可能啦？啊，我嘛当初我嘛叫因讲，你若既然安尼时，你要压跋杯啊。这些公庙，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可以安置在同一个地方。未来要怎么安置，这只是初步的构想，还要经过跟这些公庙的负责人，还有跟地方要做沟通啊。那世聪强调讲，因为即寡庙无文字价值，嘛无土地产权，市政府才好意要来处理，嘛解决空间无够的困扰。面对民众的反对，阁来会找民俗专家来讨论，要安怎解决即寡庙的问题，目前还阁无法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东的往来当日大出，不过也传出讲1公斤卖无到10块。农民是认为讲西部因为落雨伫咧抢收，造成规台湾的往来拢伫咧大出，绩效当然嘛袂好。台东县农业处也建议讲，农民会当伫休热的时阵结合着观光的活动，做伙来销往来。农民甲台农17号仔金选品种的往来送去延平乡的一批场，准备要出货。今年收果的价数照品质来分级，每公斤伫4块至8块之间。虽然比去年每公斤5块左右搁较好，不过同款是无法度超过2年前10外块的价数。农民讲，可能是因为拄着高温搁落雨，往来是较紧的关系。我们农民红了就是要采呀，你不采也不行。罗亚乡的往来今年每公斤的收果价伫6块至10块左右，有较好一点嘛。不过搬上讲已经尽力伫维持价数，因为今年西部的雨比东部较济，而且往来要熟的时阵上惊落雨，造成西部的往来产期失调，所以影响到全国的价数。就挤在一起，大家一起输，然后就造成量就挤在一起，就会变成比较多。台东县往来种的面积，拄10年前的200多公顷，扩大到今年已经超过350公顷。去年搁捌传出讲排斥，今年的价数搁无较好。台东县农业处建议农民会当利用休热观光活动，甲民俗旅游业结合来行销。我们的凤梨的旺季的时候，刚好跟热气节是交集在一起的。外地人来台东的，单这1个多月。最少超过60万人。考税局嘛建议农民未来当运用生产调整的方法，互往来的产期分散，价数嘛有可能会搁提悬。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运的着时钟，歹运的着经营，好品质才有才调甲人比拼。今年暖冬红龙果惊会大出，农民是有影烦恼讲价数会直落。独独在花莲玉里高寮地区农民用有机种出好品质，用着高品质来稳定价数。花莲玉里镇的高寮龟苓果生产区，则因为连续高温，互龟苓果发酵特别好，每一粒重拢卖1斤。不过龟苓果若是大出，价数就会落。农民烦恼讲会败价，去年1公斤果20外块，即马降到19块。今年啊，火龙果还没开始采收啊，市场上已经在谣传说今年火龙果会崩盘。目前就是那个红肉的，就是我们量太多，所以价钱会
比较低。为着要甲市场其他费用各有差别，高寮地区的农民特别强调讲是有机栽培，因为无使用农药，所以花开了后，逐工透早拢爱来巡。若是发现花萎去了，就要随套网啊，避免虫来咬。开完之后大概4天或5天的话，这个花苞要采掉，采掉之后就套网子，套完之后它才会转色，转色才会漂亮。高寮地区即马种花龙果的面积超有30公顷，目前干那10公顷维持有机栽种。这寡品质好的花龙果，若是无想要败价，就必须甲市场其他地区的花龙果修成时间做调整。调节红红果的出货，在这个时候节庆之前，它的产量比较高。那节庆之后呢，市场需求比较低，我就可以避开那个地方的产量，我就可以让它适当的缩减。另外，高寮地区的农民已经研发双色花龙果，预计7月份就市，1公斤的价钱会使达到60块。希望讲会当替农民佮创一个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做伙关心到国际新闻。在西北印度，有一个司机哪开车哪拄久，害到几台双层的巴士摔到溪内面。目前知影已经有29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这台白色双顶巴士的顶站车顶被底下，对变形的车体外观会当推测，规台车跋落雨的时阵是车顶向下并起，造成车内乘客死伤。करीब 4:30 बजे सुबह ड्राइवर को मुझे लगता है नींद आ गया होगा और गाड़ी स्पीड में भी रहा है। इस वजह से वो जो हमारा बैरियर है उसको तोड़ करके नीचे गिर चुका है और वो जर्रा नाले में गिरा है। उस वजह से टोटल 29 डेथ अभी तक हमारे संज्ञान में आया हुआ है। 警方表示，这台双顶巴士差不多载50名乘客，对纽德里出发，前往勒闹，经过雅姆纳快速道路的时阵，运将拄久，巴士启动着隔板，并且对2座高架桥中央的棚斜到去12公尺下的河边，流动的河水造成救援任务困难度增加。官员表示，这条雅姆纳快速道路全长165公里，是来回德里和阿格拉的道路，嘛是印度上长的6线道高速公路。自2012年启用以来，每年差不多900个人不幸伫这条路里无命。印度的道路基础建设真歹，搁再加上运将定下超速，致使每年有超过15万人伫印度的公路上车祸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在车头的时阵，英国每日邮报讲到自美国大使戴洛传登去英国一封外交机密的电文，内容是批评到美国总统 Trump 戇居无能，是未堪的信任。这件漏泄秘密事件损害到戴洛甲美国政府的互信。英国外交部也当咧调查 ，Trump 在初七的时阵也批评戴洛是无负责任。英国机密外交电文外泄，早大级的批评和 Trump 真风火岛，初七反叫英国驻美国大使 Darroch 失职。We're not big fans of that man, and he has not served the UK well. So I can understand it, and I can say things about him, but I won't bother. 英国每日邮报初6的独家报道透露了，驻美国大使 Darroch 自2017年开始传回一系列外交机密电文和简报，内容批评 Trump 无能、无可靠，而且无信任。Trump 的总统生涯恐惊会伫体育当中做结束。Darroch 也讲，虽然英美关系是英国上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根据伊的观察，无法度相信这届美国政府会表现了更加正常，更加会当有敌。内部斗争会减少，或者是伫外交上无遐尔无能和缓慢。Darroch 阁批评 Trump 的经济政策当咧破坏全球贸易体系，但是通过门丑闻虽然造成伤害，但是伊总是有摆脱争议的能力。就亲像魔鬼从结者当中的阿诺，最后对火当中阁行出来。6月2日一份上新的报告当中 ，Darroch 批评 Trump 伊的移动政策互人烦恼，伊怀疑 Trump 讲最后的时阵取消对移动报复攻击，是为着惊伤害150个移动人的性命，认为更加大的可能性是伊状况外，而且烦恼违反2016年的竞选承诺，影响明年的连任。但是未来伊有原有可能引起和伊朗的冲突。这个机密文件被公开，互英国外交部和 Darroch 处境真危险。英国外交部的声明指出，大使的观点无一定代表政府观点，但是阮负薪水互大使，就是希望伊会当有话直讲。嘛强调讲，英国伫华府的团队和白宫关系真歹，有法度挡会掉这种创治。外交部会对涉案展开正式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过往的美国建筑师 Wright 所设计8项建筑，初七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其中上界有名的就是 Falling Water 加 Guggenheim Museum。当起边的建筑体下骹水串流成做水墙，
伫咧美国宾州建筑人的朝圣地绿水山庄，是已經過身的建築大師 Wright 所起的。伫初次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去世界遺產。This was such a stunning building, a tour de force, that it reestablishes him. He appears on the cover of Time magazine in 1938. As you can see, an incredible building that marries architecture and nature. Wright 的作品特色是有机建筑，强调开放通光的设计，内外界界袂遐目睭睭，啊，佮有用钢筋甲阿毛土做以早无人看过的应用。Here at Falling Water, everything is so intensified because it's not just about what you're seeing, but it's about what you're feeling. The moisture touches the back of your neck. The sound of the water permeates the space. 这个 Wright 总共有8项作品去用选做世界遗迹，除了绿水山庄，真有名的纽约古根汉博物馆嘛有上榜。这栋建筑以厝家设计加利亚巷路来出名，啊，毋过1959年博物馆完工迄年 ，Wright 嘛伫这年的时阵来过身。Most encouraging is that people now recognize the valu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worthiness of its preservation. I think we can extrapolate from that big long-term values for treating civilization in new ways. 这8栋 Wright 的建筑会变做美国第24个联合国指定的世界遗产，伫建筑的领域绝对是全美国第一的。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欢送中是一直拢无停休，昨过一场大游行伫咧九龙，说落来2礼拜拢有一寡游行，连香港媒体也拍算要串联工会上街头。香港记者昨也发表着过去1年来新闻的言论自由是1997年了后上歹一年。警方提警棍拍人，真正是凶界界。民众敢若会当用雨伞做盾牌，一直摕，还佫有人互拍甲无法度徛。礼拜9龙大游行结束了后，警方甲示威的民众伫香港旺角爆发冲突，上无来的人去互掠，啊，若是穿黄色反光甲的记者，嘛有人去互警察杀，而且佫来拍。香港记者协会拜一发表声明谴责，无排除讲有可能会上街路来抗议，因为警方一直限制缩小因记者采访的自由。从现场的判断来说，是非常明显的故意的针对记者的一些左外采访的行为，甚至有就是用武力去攻击记者的状况。在过去1年，很明显来自于北京的压力，直接影响到香港的新闻自由。互香港媒体感受到威胁的，毋但是警方主动因掠影。香港记者协会发表今年度香港言论自由年报当中指出，去年《金融时报》记者马凯举办参会，邀请到倡议香港独立的人士，结果犯着政府的规矩来失去参政，无法度伫香港食头路甲采访。过去1年以来，新闻言论自由度，会使讲是1997年回归以来上落的1年。而且有真侪香港人认定，因为 TVB 等等的媒体减轻欢送中的报道，所以续落来2礼拜拢各会有示威的活动。7月14会伫新界沙田区，7月21会伫将军澳的游行，就是针对媒体所来的。口号是拒绝红色媒体保护新闻真相。因为在中资的影响之下，基本上来讲，有很多的媒体确实是往中国政府那边是移动的，所以产生这种反黄媒这件事情是一个必然可以想象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也暂时也跟台湾一样是属于无解的状况啦，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一个情绪发泄。台湾的学者认为，香港人甲对一国两制不满，透过各种议题来讨伐，所以示威活动暂时未停止。啊，毋过车票旅客袂使入站，目前新买车辆拢会搁再装监视系统甲对讲机。铁路警察李成汉3号暗时处理民众盗票纠纷，却被杜尚因公殉职。代替局长张建元被呼到嘉义火车站，主持默哀对峙李成汉同时表扬有功人员，啊，不过得奖人却无任何欢喜的感觉。这心情上真的是蛮沉重的，也不愿意见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在一个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每一个人在应变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应变不及、临场反应不及的事情。其实这几天他很难过，包含我的孩子都很难过。
高雄车班组车长卜志宏事发时甲歹徒对立，并请求警力支援，虽然这互歹徒互乘客无伤亡，却造成环境损失。伊因为承受压力，接受身体受伤，一直到礼拜二才回去工作。代替表示，卜志宏有遵守标准作业流程通报，并对外界要求代替检讨盗票。刘正元强调，将严格执行无票旅客袂当进站。至于立冲向的问题呢，原则上我们铁路警察局的这个意见呢是非常表示赞同。铁路警察局加派警力用双人执勤，干药照护站，警察局也证实顺路箱改善监视系统，原来车辆设有紧急对话机器，新买列车也拢设有监视器甲紧急对话机器。在好将要求铁路警察局参详向发生的暴力事件甲乘客环境执勤安全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八仙龙园顶部案死伤的家属非常不满，被告当中敢若举办活动的负责人洪乖，八仙龙园的董事长加总经理，拢是第3摆得到无起诉的处分，也责备着检察官来暗唬业者。家属也向高检署声称在议，士林地检署也表示讲无较活啥人。香港头前烧烫伤的空喙还搁伫治疗，警察头阁有抗水球来增加皮肤生长的面积。八仙镇报过4年啊，受害者陈小姐如今阁继续伫拍拼，出入开刀房，面对中间这条阁真遥远的路。我女儿是花莲的那个，之前你们报了斗5千金啊，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就业问题，常常需要重建，一重建下去至少都是1个礼拜，没有一个公司想请这种小孩子。受害者的家属搁一摆集合，是因为不满八仙路园董事长毕婷，还有总经理陈慧英，最近第3届得到士林地检署无起诉的处分。毋过，因甲律师拢认为，迄当阵彩色 party 的宣传拢是使用八仙路园的商标。被害者买票入场嘛是信任这个品牌，毋过最后敢若 party 的负责人女中结来封关，互因感觉无法度接受，所以早起嘛第3届向高检署申请在议。所有的宣传、所有的广告、所有的网站、所有的网页，都是这样的派对是可以使用八仙的商标，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八仙乐园公司却不需要负法律上的责任。八仙的关系人不起诉处分我们已经到现在已经折腾4年了。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我不知道还要被折腾多久。律师表示，士林地检署的无起诉处分书面顶有讲，迄当阵舞台设伫咧落落去的水窟啦，有色的混开的卡条咧，所以造成颠簸了后烧搁较美。提供所在八仙路园嘛有责任，期待高检署甲本案决转去士林地检署继续侦查。士林地检署嘛回应讲，尊重家属申请在议，毋过检察官照证据来办案，无偏心任何一边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爱水是天性，不过根据监察院上新的调查，卫福部6年来交予医测会进行着医美认证，敢若27件有通过认证，比例高2%外。监委也认为讲卫福部有疏失，提出纠正案。但医师是某一间医美诊所的负责人，多年前捌申请美容医学认证，但是因为一届认证费用都要15万，而且效期只有3档。来店里的消费者大部分是可能小步行销，对认证标准无一定了解，所以后来都不搁再加入。大部分的诊所都没有，消费者也不会觉得说，你通过医学美容评鉴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相对就会影响诊所的意愿。这几年来，国内医美诊所快速增加，一档的产值超过1000亿。按国根据监察院上新的调查发现，卫福部自1802年开始，为请医测会推动美容医学品质认证，到今年5月底，全台湾1300多间医美机构通过认证的只敢若27间，占2.1%。其中病院有21间，诊所有6间。若是以诊所总数1000多间来换算，平均每200间才有1间通过认证。认证机制有哪无共款？因为安尼对卫福部提出纠正案。好的医疗院所执行的比例有在做，可是有一部分呢没有经过认证，那你就没有办法给消费者一个好的保证。去年，那么9月
6号就发布了特管办法，那么有一些高风险的美容医学手术就纳入了特管办法里头。那么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违反的时候呢是有相关的处分。监察院建议卫福部应该积极辅导业者进行认证，实际上提升从事美容医学业务医师的专业训练，无定期进行查核检讨，搁要加强民众宣导美容医学的正确观念，来保障民众医疗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有线电视产业分租付费的制度，原定在2020年正月初1要来施行，但来政策改变，要延到2021年。也 NCC 也表示讲，因为时间伤过赶，相关的制度还未建立完全，决计要搁再前1年。拍开有线电视、新闻台、体育台、电影台、宗教台、百外台，凊彩你看，每个月付500到600块，啊，不过你真正看到底有几台呢？其实主要看的，我觉得不会超过20台。看就那几台而已，没有看到那么多台，其他台有些都蛮无聊的。上百台，啊，不过有人只看新闻台，想看什么电视内容，未来民众应家己选买。这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力推的分租付费制度，原定2020年1月1号开始，啊，不过政策改变，确定搁延1年。各地方政府要在8月就要开始审议明年度的有线电视收视费用。那如果在今年审议的时候就导入这个新的草案、新的制度的话，时程太赶。NCC 强调已经开始处理各项配套措施，包括了汇率、契约加授权费等。明年审议汇率时，对要求业者必须提供分租方案。而目前规划分租付费制度，必须提供至少2组基本频道，可用户选择。第一组必须包含必在13个频道，收费上限是200；而第二组是业者自组频道，收费上限是600块。另外，业者也应提供3组以上组合，汇率就看套餐的内容来决定，无排除应拍破600块的上限。就是我们指的就是授权费用的比例达收视费用的50%以上，它就可以不受上限的限制，用广告来支撑比较低廉的收费价格，所以70%是靠广告，30%是靠这个授权金，去把它切割的话，那可能广告收益就不见了。分租付费制度将会拍破即卖食甲饱有线电视生态。有线电视业者认为，无论是大屏、大码，或者是频道套餐，拢可能会冲击到广告收益。在使用者付费前提之下，上加200块已经接近成本价，确实计效个下手，对有线电视业者经营管理恐惊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所公布的全球未来教育指数的报告，讲这个看愈长的国家，第1名是芬兰，亚洲敢若新加坡排入到前10名，也若讲到台湾是排伫第17名。甲学生专的报告提出来，台北市5所各中的单线课程，和学生会当对校务政策宣导等等的议题有更较侪想法。108学年，佮开创未来教育实验班，用英语、定式语言做主力，每一礼拜12节课，要培养学习力、思考力等等未来爱有的能力。拄7年多元探索开始，陆续加入去创新、实践等等的元素来培养人才。举例来说，我现在12岁的小朋友。他未来出社会，主要他在社会上走跳的时间可能是30岁。那我要能够想象得到，他这18年来他需要什么，我们是帮他垫基础。英语跟程式语言这双语，这2个语言其实是未来人才必备的能力。为着要让学生有能力应付千变万化的未来，真侪国家开始改变教育。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评比全球50国教育效率，第1名是芬兰，若是亚洲的部分，敢若新加坡入去前10名，台湾是第17名。主要的指标是用未来上需要的核心能力，像讲人际交流、批评性思考等等的效务为主，指出情绪智商、创造性思考，还有团队合作的能力，是新世代敢会当有表现的重点。若是台湾的优势是老师的水准，欠点是学生欠实做。从小到大，我们好像都似乎在追求一个单一答案嘛，少了让小朋友、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开放思考的空间，回应到这个108课纲嘛，素养导向教学啊，转型的机会是能够让老师能从课程改革，营造一个教师的氛围。学者指出，教育转型会当参考国外成功的个案，看是要安怎进行，搁来找台湾适合的方式。
啊，若是学校的部分，毋但爱推测课程改革，阁会当加举办亲子会，互更较侪家长参加，嘛互老师的专业有更较侪发挥的所在，互相沟通，这是教育转型一定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顾囡仔也爱顾目睭。根据着国健署上新的调查，囡仔近视的部分，伫咧幼稚园大班就有9%，到国校1年的时阵就要到20%，到高中3年共要90%的学生拢有近视。国健署也提醒讲，近视伤身容易出现着目睭前有乌影的病变，建议莫接用手机爱加出外去行行咧。国中2年的李同学对小学2年就开始近视，迄当阵只有100外度。来升国中1年，逐工耍手机至少1点半钟，近视的度数飙升到700外度。顶个月底，伊发现视力变模糊，去看医生才发现原来是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剥离，赶紧开刀，才避免视力继续恶化。小朋友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休闲娱乐或是同学一些的交流，所以他还是以3C 的产品为主。那造成说他每年会有将近100度的左右的视力的加深的部分。学生囡仔近视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调查发现，幼稚园大班近视的盛行率达到9%，到国小1年，学生囡仔近视率增加2倍，升悬到19.8%，也就是平均每10个人就有2个人近视。到高3，国家将近每10个人就有9个人是近视。医师警告，超过500度高度近视容易产生青光眼、视网膜剥离，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等等，有一些患者会造成痴迷。不过上新的研究发现，若是逐礼拜增加1点钟的户外活动，会当有效降低2%近视的风险。是太阳光哈，它的光谱比较均匀的这种光线呢，就可以去让眼球的这个视网膜产生多巴胺，那它就会把眼球拉住，就比较不会一直往后去延展。医师提醒，每年休寒休热是学生囡仔近视的高峰期，建议家长加带囡仔去户外活动，毋但当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目睭，嘛当增加亲子互动。若是有影要使用手机建议每半点钟爱休困10分钟。2岁以下的细汉囡仔应该避免看荧幕，才会当离开恶视力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立动物园开卖4亿外，做一间热带雨林室内馆，也用着拉力来甲号名，内面拢放真侪强要动静的动物。虽然民众会当看到这些动物，不过大家也爱珍惜。以拉力造型设计而成的热带雨林室内馆，背后伫台北市立动物园开幕9号正式对外开放。研究馆内打造成热带雨林环境，工作人员才来饲的棉头卷猴，是动物园引进的极为甲濒危物种之一。民众应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亲像这只咧白2指树獭，离参观的绕度非常近。它基本上不喜欢人太多，所以它会往高处爬。它都有地方可以躲。所以它如果跟游客有互动，或者是甚至接触，你们会怎么做啊？我们会做设一些告示牌，它看到就是口头去劝导。这座开了3.9亿所打造的拉力馆，无亲像阳云馆，互民众继续无礼参观，加少会做加真调甲噪音。你是互民众行过动物身躯边，是不是会干扰呢？动物园表示会加强教育民众轻声细细，也相信动物会管制人声。另外会发放参观券，每日参观人数限19200人。通道不是很宽阔的情况下，我们目前是采用的方式就是比照大猫熊馆的参观券，每10分钟有400位游客可以进场。那也希望前面的队伍跟后面的队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经过联合国研究报告，5秒钟到一片相当较球场面积的热带雨林消失。动物园希望教育来到新馆的民众，了解雨林受破坏，会带来物种消失甲加剧极端气候等恶果。另外，台北市长郭文惠建议开放民众到馆内来夜宿。动物园表示，这无冷气，也有排泄问题，必须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这位在婚林卖冰的头家，伊本地是做化工的，不过伊要利用在地水果做天然的鸡仔冰，除了推广在地的果子，也让消费者食到好气味。
这款色水丰富、五彩的鸡仔饼是翕热热天大人囡仔上喜欢食的。这是用云林在地生产的果子所做的鸡仔饼，受到真侪人客喜爱和支持。而且因为这天然的鸡仔饼，无加香料和色素，让人愈食是愈煞脆。它吃起来很清香，然后夏天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消暑的冰品。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觉得它非常的天然，然后它的甜也不会非常的甜。头家陈志亮原本是学化学工程，改道来做鸡仔饼，嘛因为现代人真注重食安问题，所以伊做饼的时就真看重人客的健康，佮深入去了解果子的产地和农民安怎种植。加任何这些的化学原物料、色素啊这些，因为它对我们身体其实问号啦，我们也不知道好或坏。可是，在天然的东西，相信是对身体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头家为着要互人客有更较侪的选择，研发真侪果子的口味，而且为着要互果子新鲜的滋味和色质呈现出来，佮落真侪苦心。头家是讲，伊希望用上在地的果子做上介天然的鸡仔饼，这就是伊和人无共款的所在。凤梨水果茶这一支，我们就加凤梨、金桔、柠檬、苹果、百香果，有一个前韵、中韵跟底韵，然后跟市场的其他的冰品来做一个区隔性。每一支鸡仔饼拢有无共款的故事伫内面，毋但有用心的农民，嘛有头家的坚持。头家佮讲，未来以后会继续开发五谷菜色的口味，希望透过侪口味，会当甲云林的农特产推销到同人知，嘛互更较侪人食到云林出产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病院的云林园医为着要改善大较远庄头的医疗环境，去年开始透过着医疗计划，医生利用网络听声看影的方式来关心民众健康。有看到伊吗？有啦，食啦，我跟你讲。这台就是当提供着实性医疗服务的乐龄宝贝机，原来讲会使帮助老大人远端就近接受到医疗服务，佮会使年血压、甲心肝体重功能非常方便简单，所有老大人拢真认真伫问着荧幕当中的护理师。老人要徛乌搭仔里边，遐车多也毋敢去，有这台最方便的，真理想。拄啊，咱护士啊，直接参咱讲最好势，最方便的。我送这。家己咧测吼咧量起来都拢好少体重，即嘛是拢较减落来啊。乐龄宝贝机目前是以装伫各乡镇的关怀据点为主，由社区人员操作使用，然后根据检测结果来调整着确定的内容。比如是一周，然后每个长辈都做，它有一些身高、体重、体脂肪以外，还有肌耐力、手的那个肌力也有测。未了海丰社区嘛，对着今年4月份开始，甲病院配合记录社区长辈健康资料，然后去调整着课程，甲这中昼顿的菜式，照顾着老大人的健康。那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要引进一些因应的对策来改善他们的体能状况，促进他们的健康。云林县人口老化严重，老化程度是全国第2名，但是偏乡医疗资源是无够，长辈要看医生是相当困难。为了这个机器，病院甲社区做了连接，会使做好着偏乡医疗。相信未来一定会使有每一个老大人拢得到真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教囝学习唔通教囝爬树，在新德国小一间有100年历史的高小，伊来举办着一个爬树的活动，请到专业的教练来教囡仔爬树，唔但训练因的体力，也训练因的胆。学生囡仔甲安全帽戴好好，甲手套挂好好。专业教练协助学生囡仔准备好势了后，用绳仔伫安全的环境一步一步爬起树顶。体验的同学讲，感觉真像咧坐摩天轮，嘛感觉家己就亲像心灵的泰山同款。就是悬空，感觉就是怪怪的，就很像在坐摩天轮，然后但是你没有椅子，然后就是一个浮空的感觉，很像有点像泰山啦，但是就是很近。有像100年历史的新德国小是全新德市树仔上济学校，学校甲同济会利用学校的老树仔办第1摆的攀树活动，甲爬树仔无共款，攀树有专业的教练做伙，邀请学生伫安全的环境，敢挑战家己。因为是新竹市历史最悠久的学校。
我们的树也是新竹市国小、中小里面最多的。那我们是认为，透过孩子亲身的体验，他才能够感受到树，它的伟大。学校甲团体做伙合作，甲课本内底无的知识教予学生，透过攀树活动，唔仅让学生学会晓勇敢，嘛训练身体，互家己的国小生活有好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为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0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1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报道家看轿车比赛，也感谢今仔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我再感谢时间，咱再会。阮对公司台语台有真大的期待，因为慢慢啊，你若看到好的作品，伊可能就会感觉讲，哦，原来台语是安尼，哦，原来台语遮精彩。你有的少年